迄个叫做中，中就是用，迄就是咱体用，咱用，咱有体，咱有用，所以有体无用，冷无无，冷无无，像比如学校有一只飞机，你只飞机好，人迄个什么庙场，讲人买迄个高师大师的学吼，你学入来的吼。我无要求你要飞机互我吼，假使讲啦吼，假使讲飞机啦吼，飞机，我袂晓飞住我就做，飞机飞无，比老师来说较远，但是呢，袂晓飞无路用，但是我看到迄个人工马车高飞到价值，对毋对？所以吼，原来是安尼。因为学校的时间所以呢，我讲到这，只有希望咱修道一定爱有信的，修道修心，万有信心，记得吼。大家记得好无？好。好吼，好来鼓励者。好。希望咱今日的特会讲书讲书啦吼。名古讲书，所以就咱上课讲书，日播特别讲迄个总结，本来是红点文书，红点文书讲伊无拄好，请假，互他今仔日这个班尾结束，就是咱红点文书达标，到最后这个大家这个成绩报告。很祝福，真正意气如常，会当的这个用言语，希望呢真正体会、体用、了解，然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有无风险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